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有新力萬勝金穗啊，暫時帶到後無來者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好多李高嘅貼欄放嘅，見到一對馬黐住佢啊，中間有新力，外邊係凝聚美麗啊，五福星呢就跟住個第4位，第5位嘅馬仲有火神神樂啦，後多層呢，出邊位置有明天更好啊，咁啊埋欄呢，紫色眼就見無名啦，掟出去外邊追有明天更好，大愛檔係順意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。咁啊鬥緊一對，埋邊係新力，外邊呢就凝聚美麗，兩個馬鬥緊嘅時候，火神神樂外邊喳喳聲上嚟啦，外邊追仲有良區好友，入邊有劍無名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火神神樂響外邊啊透出咗，外邊追有良區好友，最出啦後無來者好勁啊，入邊呢仲有劍無名，贏馬嗰筆似乎火神神樂到先啊，追上嚟嘅馬好勁啊，脫節包尾追上嚟，後無來者係最出嘅，咁啊至於埋邊11號啊劍無名，咁啊中間仲